新疆魔都六合魂。通天鸟之剑，必雕应付着通天鸟子甲控化。 马会上天星主劫，三人应付着双面多鬼着山，铁面燕子真路甲魔枭旋游子。必雕使用一两半三元。 甲讲话身手一员，多过着必雕的一两半三元。反倒等特别使用着火风幻武术，伤害必雕。必雕使用万变中心术，多过着伊火风幻武用。继续。 甲讲话这个使用刀锋分身法，必雕再度多过着刀锋分身法，现在必雕得使用一条惊天。 解决经过所造危险，必要暂时败势。那讲话有这个使用绝招咯，猎魂伊这个绝招，必雕陷入危险的境界。另外这边天星。 当着伊的境界，两人也各见绝技，这个分决胜败。现在气面燕子对用倒挂日月，天星这边使用倒转乾坤掌。 天星36支走为上策，老和尚大战双面多鬼着山，先下手移强，慢下手受灾殃之策。老和尚使用单魔一指拳。 果然合理的双面多鬼，特别使用就是双面多法。老和尚已经嘴就叫挂起来，闻风而走，走了你！ 魔枭旋游术使用着伊魔枭，最高度以这个魔音传脑，踩着五行之气，特别来上杀着伊这个如剑。如剑用了这个金香角真武五音的对付。双方决斗到这个无我的境界，卖将星的单剑神功，当着魔枭就单电气功，以果相当，平分秋色。魔枭当着儒家指导，复展着高度的魔音。
万人龙吟火烧，轰隆巨响，轰轰大作，鸣琴吉秀，一场的大决战。在大战之中，主角的形影消失了。哎呀！大天行道见义勇为的北海乌鹰，兼对着强敌赤我神君。赤我神君特别使用着声东击西绝招。北海乌鹰身手凌厉，骁闪敏捷，无过着声东击西。乌鹰特别使用反手天来绝技。非常高怪的赤我一完多过的反手天拉，第二招就是再生剑。乌鹰的再生剑没戏法。凌空术非常空中使用再生剑破了。哼，将你的两翼甲你断断，已经对地了。原来是一只冠风的假飞蛾罢了。吼，赤我神君，你的声东击西的骗术。行在空中，声在下面。喂，你若是乌海的汉使者，应该露面与我解决雌雄吧？你是赤我神君，你应当了解我乌鹰的功夫厉害到什么程度？有可能破你的机关，就有可能看你的真面目。你装在什么地方，我一目了然呢。出来吧！我以为赤我神君是生出三头六臂，把你看起来无像赤我神君。你到底是倒位膜拜的赤我水来？胡言乱说！我就是赤我神君。磨者磨不识，识者不能磨。我北海乌鹰喷走江湖，眼观四方，逆门不达。像你这款的装扮，绝对不是赤我。喂，你的功夫绝不是我的对手。假使你若死在我的剑下，实在也太可怜了。所以，我放你一马。只要你在我的面前坦白承认你不是赤我，你到底是怎样模假赤我的模样出来伫咧作案？说来吧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。爱了解什？爱了解我的真名，我叫做冲天雕。冲天雕，真呀！我这雕比鹰较大只，所以我今日有可能结果你性命都无唔对。这也未必然啦。好，提高警觉来。啊！30回合定胜败，一合。若无甲你打倒，毋是轰动江湖的乌鹰。30回合定胜败，一回合就互你好看。你到底是什么派？你到底是为什么人的命令，出来伫咧作案？赶紧接受体恤。或者剑下不留情。有没有咧？我冲天雕无唔对，我是神武门之徒，神武门的门主都是我的师，叫太上神君万剑虎。你透露事实，你可能就是受这个赤我神君的利用吧？无错啦，唔是干来讲我惊这个赤我神君尔，可能阮师有太上神君万剑虎，若是爱惊伊才会用哩。好，
你带我乌鹰到新武门祭烈士太上神君万剑府，我有事特别甲伊商量。小等下，小等下，我即马带你转去，恐惊到中途会叫这个赤河神君甲拍死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我北海乌鹰在你身边，惊什么？惊！对着来。好厉害魔枭！自我这个天生哦，出品江湖也毋捌看到这个魔枭遮厉害。这款魔音传脑啊，比较当初咱这个魔精师哦，佫更加厉害。哦，天生善人有何良策？然后有啥物良策？毙掉也失踪，也老和尚毋知是去互拍死，也是去互掠去，也毋知影啦。要咱你我两人特别抵抗这个魔枭都无办法啦，免哪有可能破这个通天岭，实在头疼。有啦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在着我这个钦册内面所写，如果若是这个躲过这个魔枭的这种魔音传脑呢，只有就是佛家的宝贝才有办法。佛家的宝贝是佛家什么宝贝？淡魔祖师的如意金刚丸啊！若是当食着3粒的如意金刚丸，就不怕魔音传脑了。我这如意金刚丸是出在佛门，要那老和尚都唔知影，咱免来知。我想到国师院来去问这老前辈，当这圣经看卖，看什么人有这个淡魔祖师如意金刚丸呢？若有如意金刚丸，我甲照落去，安尼我甲伊魔枭决斗3暝3日，我也绝对会胜利才对。好啊，国师院哦，来去找这菜人就对啊。哦，咱啊，什么声音？仙的角来有了啊！哎呀，当归声头老遐尼浮，我看恁这仙公哦走马灯呢，白换白到底是安怎样？一言难尽。当归啊，最近看起来你的气色真了，也血气方刚，有达到什么机会心？我讲你听咧，虽然这吉人天相啊，总讲一句呢，爱信佛。吼，对一块传授我这个心经里咧，心经叫做玻璃密多心经啊，加地不如三加地不地十八，安尼这个心经就甲念落去，领怎得到机会了？哦，这是一种的卡语，嘿啦，道点我即马算皇做囝呢，阮老爸福王，阮老母福妃，阮安公都是保罗家地安乐王呢，道点。这个人即摆财势力会使你讲非常强的就对咧，唔免介荐，唔免用一兵一卒，我叶当归叫马上县官导航啊，家属人导航，我即摆见这个福王，马上领大队大平通天岭玉石积分。好啊，卖大转，这江湖术士甲你的想法拢总无相像，阮两人要赶紧来去找找如意金刚丸抢。安尼看伊拢无相信讲咱两人势力范围呢，要信随在啦，生本咱两个爱来破通天岭都无毋对啊。迄毋知啥对头壳就尖落呢，莫笑啦呀！哎呦呀！哎呀，当归啊，我要心酸咯，足艰苦的了。能叫对哈！你在日本，我伫你对啊！是啊，我，哇，迄两个对来啊！来到这要创在倒位？这一个古井，你咪甲载落去啊！这大火唔知变到倒呀！咱两个爱收这大火才用哩，对啊！魔枭伫咧对讲迄个高音啊，来咧，来到这个所在，我看是藏在庙内款，入去庙内瞧看卖，去。是啊，我这个野当归会叫杀去控当归茶，我庙啊，我救人哎呦，对啦，我庙啊。林心心继续一个找找伊的小弟，达旦太子铁娃娃。走过了
下当归在心，讲起来话头长啦。六合先师最近好无？嗨，真好啊喏！阮先师娘哦，去互放一个目睭青眉，一言难尽。哦，真可怜。那安尼我就到西迄家看卖咧，万请啦，后壁啦，后壁对啦。啥人甲陷害我的朋友下当归？赶紧露面出来，甲我领什么决起用吧！将我的魔音传到魂斗在地，也会转通天鸟，和这主做阿姐夫人呢。这个心心心是佛，是方世界最灵物，畅怀妙用可人生，一切不如心真实啊！辩证妙君啊，我妙哥师兄。你敢会记得讲，咱13年前伫沙漠救一个囡仔？会啊，迄个囡仔是铁娃娃，咱10人命回想，传授伊武功了后，全来甲送去中原白塔寺，去遐学这个中国文化。要无这个囡仔住咧番邦啊，永远就是未开化就对。以前后呢，都是要执掌这个达旦的江山的美景啊，所以全来甲送入这个佛门。嘿嘿，也毋过最近我探听起来。你敢知影？这白塔寺已经无半人啊呢？迄个一员啦，也5角的3分的，拢总交走去啊！白塔寺冷冷清清咯。系啦，赤狐甲六合伫咧战，看恁着佛门啊还劫，师弟啊，你我2人一定不染万劫皆空。是啊，最重要我咧想啊，将这个淡魔如意金光丸赶紧来甲弹掉。若无甲弹掉，毋多叫赤狐迄边知影，要来摕也废去；也六合迄边知影要来摕，毋好也袂用哩咧。所以这是一个好缘呐，赶紧甲伊弹掉。安尼好，赶紧将淡魔金光丸摕甲等咧无人所看到的地方。啊，阿弥陀佛，现在。你们稳死的，你们对高井底跳落来，我跳袂起哩。内底我暗沙沙，我来牙工上钱，尼锁咧鸟咧。我伫遐过一命，足腹肚足枵的啦，足艰苦的，赶紧来甲念心经咒。嘎地嘎地波罗嘎地波罗三嘎地不地巴娑啊！是讲念这敢有较蛇？谁人有做你就救人救苦。甲等落。哦，迄毋知啥话拍成地雷火炮的款咯，安尼咁样弹落来，系啊，特别爆炸，我稳死的，哎呦，安那会无爆炸啊？哎，一包软，哦，真香呢，内底佫包4、5粒呢，腹肚一个枵，好吞落，食了。找拢无，去真够味。找一暝啊，找拢无这个戆人啊，迄个下也无看。你看觅，迄个古井呢，金光灿烂啊，哟，水气千条，内面可能有宝贝，也若无就是泉州黄金。好，跳来看觅哩。你毋知偌深呢？偌深，跳来。好。卖走！真大条，食着如意金光丸了后，伊的金光强阮水气千条。大条啊，甲杀落！哇，金光强阮水气一条了。
乡民多鬼已经败到无地可用之身，这个时阵魔箫又到了，让我用魔箫来解决。注意啊！哎呀，伊个咧笨啊了。免惊啦，都无感觉安怎你咧？喂，魔箫啊，分较大声尔，分上细声听袂爽，较大声咧啦，无听会呢，你要死啊哟！太上神君听着，请我形影甲你指示。希望你照咱的计划进行工作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参见老师，到底此期失败倒转来吗？是啊，老师啊，后壁这位都是轰动武林、惊动万教的这个北海乌鹰。北海乌鹰，北海乌鹰，请你多加原谅。因为我的徒弟就是受这个赤鹅的利用，望你容忍。过去的代志既往不咎，现在这个万恶的罪魁赤鹅在哪里？就你在边度的密室。安尼好，让我来收敌赤鹅嘛。是啦，希望你我两人并肩作战，收敌这个万恶的罪者赤鹅。行吧，小来。神秘，赤鹅神秘战术。现在北海乌鹰是毋是会当看这个神秘战术呢？真大条有可能收敌魔箫吗？冷心心，必曲，性命如何？请看续集，便得分了。